牙齒甩咗啊，甩咗跟住即係咬唔到嘢㗎啦。刘先生从片子我们能看得到，他的牙齿缺了很多，但是他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他缺了很多牙，缺了都会去种牙。我们能看得到，他左边、右边、上面、下面都种过了牙，然后他右边现在缺了一颗，所以就朋友介绍，然后来到我们这里进行种植设計，還有種植牙。之前喺香港有睇過，香港嗰啲貴啊嘛，我以前做過假牙啦，到8000幾嘅，做咗4粒唔得嘅，日日砌出嚟洗麻煩。之前我就種過啦，種咗牙同埋原先嘅牙差唔多嘅，幾間都試過都冇你呢間快手啊，比以前做2間都好，正規啲，冇咩痛，即係種牙過程好好。如果要種牙，要嚟呢度得背尾口腔。